大家好，我係 Manny，香港專業塔羅協會嘅會長。好多人問我 Manny，我學咗塔羅牌可唔可以幫自己占卜呢？我就話20年前我識嘅所有職業占卜師都唔幫自己占卜。如果自己占卜係準嘅話，咁佢哋點解又唔幫自己占卜呢？自己幫自己占卜好易會跌入主觀同懷疑嘅陷阱裏面。舉例，如果問愛情，假設 A 小姐學咗占卜，佢自己有個曖昧對象對佢忽冷忽熱，咁佢當然好想知對象係唔係中意自己啦。如果佢今日抽到一隻戀人牌，當然好開心啦。但同時佢又好快諗，如果佢係中意我，點解唔主動揾我呢？第二日佢又忍唔住抽咗隻死神牌，死啦，好驚啊！其實咧諗諗下，又覺得未必真嘅，可能我今日能量負面啲，同埋學藝未精，所以抽到一隻唔好嘅牌啦。第三日又抽到模棱兩可嘅牌，例如女祭司，睇完牌意之後又覺得好似冇答到個問題喎。啱啱學占卜都未有信心，會容易忍唔住重複占卜，有可能以上嘅惡性循環繼續落去。咁結果係點呢？當然係學唔識之餘，好容易放棄啦。學習幫人占卜，第一，因為唔會係有自己嘅主觀意識影響咗。第二係其實你都會從其他人嘅課題當中學習翻自己嘅課題，尤其是問卜者，其實係你自己吸引翻嚟嘅，好可能就係你自己需要學習嘅嘢。當你幫人占卜之後呢，又會幫翻自己嘅。其實我都有試過幫自己占卜，準或者唔準都經歷過。如果要準嘅話呢，首先你要確保自己完全客觀抽離翻自己嘅問題，但通常好難做到嘅。尤其初學者為咗要幫自己占卜先學塔羅嘅話呢，佢本身就帶住啲煩惱困擾嚟學習，所以幫自己占卜反而會越學唔識嘅。今日講到呢度先，大家仲有乜嘢想知？留言話我知，記得追蹤 Manny，下堂見。